对故事册甲新型冠状病毒讲拜拜讲起，就伫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的时阵，我的囡仔阿女打5岁，伊的幼稚园拄好在杀故事册甲新型冠状病毒讲拜拜来做卫生教育。伊非常介意，逐工拢爱我读1遍到2遍，而且伊阁画出来，互新学院的大汉哥哥甲姐姐摇袂睬，因为画甲真成，所以因真紧就译着答案。故事册一开始就讲，虽然看袂到，总是无代表无存在。遮的病毒4月拢是煞接故事引带囡仔，毋是看袂到，是爱用到的工具电子显微镜来看。伫即个新的镜头下面有一个新世界，伫遐所有的病毒毋但看会到，阁真清楚，而且每一只病毒拢有家己独一无二的面。然后作者讲起病毒会4过去旅行，会对人的喙、鼻孔入去，互人咳嗽、流鼻水、发烧、酸痛，严重的阁会有生命危险。旅行需要有交通工具啊，就是通过人的喙烂、鼻水甲公众聚集，而且阁无挂喙罨。当因4过爽，人阁聚集做伙，无做好保护，就会做伙患病。故事到遮有一个转变，医生、护士甲科学家好好照顾病人。研究有风声，病毒家己也讲，阮足惊的代志是有人挂喙罨、温群洗手、环境消毒、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阁问一个问题：安尼，你知影要安怎做，才毋免惊阮？这本故事册，互我真侪思考。一方面是内容，一方面是语言。作者是用病毒的角度来讲，囡仔是读者。当在读的时，病毒毋是一个伊，是你甲我的对话。这种做法，无将病毒当作恐怖，也是爱去消灭的对象。反倒，互读的人用一种和平的态度来入捌了解病毒，以及要安怎做，才会当避免病毒的影响，袂患病。通过故事的形式，阿女一遍一遍读，也学习到毋是看袂到就无存在。伊会用足强来形容病毒，总是无惊吓。面对病毒，其实咱有会当做的代志。病毒就是咱生活中一个必然的存在。如何保护家己无受伤害，才是重点。毋过，对我的挑战，就是要安怎用台语来讲起这个故事。虽望我决意以持母语家庭，拄到这款的医学、公共卫生的议题，真侪台语的语词我是袂晓的。实在继续要放弃，用华语就好。为什么要家己压低？总是要安怎看到病毒世界的画面，互我感动。爱有电子显微镜，才看有冠状病毒。台语的世界也需要台语，才有法度入去。这个世界毋但是过去，阁需要开展到今，才会有未来。总是台语的世界毋但有语言的丰富，迄内面阁有祖孙的感情联系、身份认同、历史的记忆，以及互咱算效上帝的伫台湾通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拯救甲见证的脚迹。对1885年到1969年迄段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使用白话字做记录的时期。思考：第一，为什么要甲囡仔讲母语？甲囡仔讲母语，若袂成做一个议题？第二，要安尼做的时，
会拄着的困难是甚物？要如何解决？第三，失去白话字，就失了算数上帝稳定的一个工具。这款的讲法，你敢有赞同？为甚物？注脚：白话字伫1865年，马雅各医师，也就是 James Maxwell 来台湾的时，就已经开始将这款写作的方式引入来台湾。总是真正用白话字做文字工具，教育信徒传播福音的是巴克的功劳。通过1885年创办的台湾府城教会报，就是即卖的台湾教会公报。除了台湾教会公报，到1880年代的时，毋但基督徒伫民间也流传使用，一直到1969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禁止使用白话字进前，台湾教会公报拢用白话字来写，所以失去白话字这个工具，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的理解顶面，会造成真大的激荡。